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3月2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合解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20节到23节。约翰福音12章34节到5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审判。咱知人拢真无介意面对审判，大部分的学生也拢无介意考试，但是一旦若进入伫比赛，却人想要得到名，也好像亲像济的政治人物同款，无爱人接顺，却足爱伫迄个新起的建筑物顶悬来留名。前无偌久，有日本的职业队来到伫台湾台北的大连庄棒球场拍球，但是这个捌去互前后任的市长来这个分加几的证件却是拄着雨就流这嘛毋是第一摆。经历这种的验收来讲审判啦却无人愿意承担家己的应该担的责任。伫三协教会新的礼拜堂的建筑开始的时间的顶悬，我嘛一直在想这项事。咱要将这个新起的礼拜堂来分讲，这是家己的这个证件，还是讲是真心顺服伫上帝的带领，要完成上帝所交代伫咱的责任。因为有一天咱拢必须爱去面对上帝的审判先伫合解讲到着圣殿万有的荣光，也提到着将来新造圣殿的荣光。迄毋是某人想要中建，也只是讲某人无想要中建。迄应该是上帝的旨意，也一定得爱有上帝的带领甲保守。因为上帝借着先知合解所讲的，要爱做工，我甲恁同在。这是应允，搁较是命令，当然嘛是上帝的带领甲保证。合解书第2章1节到第9节，20节到23节。7月2日，上主通过先知合解传话讲：当你着甲撒拉帖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瑟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以及所剩的人民讲。恁正要活地的人，什么人捌看到这个殿古早的荣光？现在恁看到是什么款？伫恁的目睭前，减毋是什么拢无。上主讲所罗巴伯，着坚强；约瑟达的囝大祭司耶稣着坚强。上主讲，所有住伫这个地的人民着坚强。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着做工，我甲恁同在。这是根据恁出埃及的时，我互恁的应允。我继续甲恁同在，毋免惊。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佮无偌久，我要过一遍，互天地海甲大地同摇转。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我要互万国摇转，互万国的财宝运来到伫遮，互这个殿充满荣光。上主万军的统帅讲，人是我的，金嘛是我的。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新起的殿的荣光会超过早前的殿的荣光。伫这个所在，我要
享受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20节，像迄日就是9月24，上主第二遍对合家讲：你去甲犹大省所罗巴伯讲，我特要互天地摇绝，推翻列国的势力，佮终止因的权势，摒倒战车甲赛车的，互马兵死亡，军中兄弟互相斩杀。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撒帖的囝，我的仆人所罗巴伯，我上主讲，伫迄日，我要用你做我的手指印，因为我有竞选你。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天地要震动，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人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后人就要领受着上帝呼召，来接到上帝所交付的责任。伫面对济的艰难的中间，有人选择毋信。其实，毋信并毋是犹太人的专利啦吼，嘛毋是祭司长的专利，嘛毋是法利赛人的专利。伫世代当拢有人拢无爱信，但是上落尾拢得爱共款来面对上帝的判断。约翰福音12章34节到50节安尼讲着。群众因伊讲，阮听到律法有记载，基督永远存在。你哪会讲人子就受举起？这个人子是什么人？耶稣对因讲：光要画伫恁中间一时也久，恁着趁有光的时继续行，才袂互黑暗遮看。伫黑暗中行的人，毋知影会行去倒位。趁有光的时阵，恁着信光，佮恁互恁通成做光明的人。这话讲煞，耶稣离开因，眯起来。虽然耶稣伫因面前行很侪新热，因也毋信伊。这是要应验着先知以赛亚的话。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主的权能有对什么人显示？因袂当相信的原因，以赛亚安尼去讲：上帝互因的目睭袂看见，互因的心眼，正免因的目睭看见，因的心明白来归向我，我就甲因医好。以赛亚尼讲，是因为因有看见耶稣的荣耀，才讲关系伊的代志。虽然是安尼，还佫有真侪犹太人的领袖信耶稣，不过因为因惊法利赛人毋敢公开承认，才免受嫁出会堂。因爱人的称赞赢过上帝的称赞。耶稣大声话：信我的人，毋是信我，是信找我来迄位。看见我就是看见找我来迄位。我做光来到世间，是要互信我的人拢袂踮伫黑暗。听我的话人，无遵守的人，我袂甲审判。因为我毋是要来审判世间人，是要来拯救世间人。故作我毋接受我的人，有一个审判的会甲伊审判。伫末日，我所讲的话会甲伊审判，因为我毋是照家己的意思讲，是照找我来的爸互我的命令才讲什么，传什么。我知伊的命令会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我讲的拢是照爸甲我所讲的。
咱咧去做信仰的圣殿、硬体的圣殿，将来所要面对的，亲像保罗伫哥林多的批信中间所讲的，拢爱面对检验。这个上帝检验就是咱将来的审判，咱是会真坚固、持久，阁有上帝阳光的圣殿嘛？或者是咱总是会讲，厝咧老，阁偏偏拄着落雨面，只会通讲有够水来讲呢？求主帮助咱，坚固咱，互咱会通伫面对将来审判的时阵，通过上帝的检视。诗篇119篇第9节96节，意爱上帝的律法。少年人着安怎互性命生活纯洁？着遵行你的话。上主啊，我要专心追求你，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才免犯罪得罪你。上主啊，你应该受称赞，求你教我捌你的规律。你所讲一切的规律，我要用嘴出声念。我意爱你的教示，亲像人意爱大财富。我哪念哪想你的律例，重视你的道路。我意爱你的命令，袂记得你的话。求主帮助阮有坚定的信心，有负责任的态度，有谦卑顺服的心智来领受呼召，重新接受伫阮的这份顶悬。有一天面对上帝时，会当通过检视，互主你称赞阮，诚做忠心搁好的仆人。阮一切荣光拢归伫主。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